上天高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台湾的网球选手谢淑薇。今日甲捷克的选手史翠可娃，伫罗马女子网球比赛拍赢德国甲罗马尼亚组合，搁一摆摕到冠军。这嘛是因两个人合作第9个冠军。 倒边甲正边一个外龄的吊球，互对手无法度判断。穿球仔色衫的台湾网球选手谢淑薇，伫罗马女网赛甲捷克的东潘史翠可娃一路拼入去决赛，拢无落分。台捷组合伫咧决赛进前，先以6比2抢到头一盘。伫疫情发生进前，台捷的东潘前4站拢拍入去决赛，重新启动比赛规了，也是保持连赢的状态。 到第2盘后壁，两个人连拼4场，落尾伫对手双发失误之下，摕到冠军。这是谢淑薇这个赛季第4座双打冠军，嘛是生涯第28座 WTA 巡回赛双打冠军。两个人搁录影片感谢球迷。We just won the tournament. We are extremely happy, and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for cheering for us. It's great to be back and be playing again, and we on tour. Thank you again. 因本季总计出赛22场，总共赢21场，而且阁是12连胜。除了年初伫咧澳网是亚军以外，其他比赛拢是顺利摕到第1名。马强当作是法网大满贯赛得顶的热门人选。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最近伫推特的个人口座小解伊家己的时，写讲伊是台湾驻美国的大使，这是引起各界议论。伊是因讲这毋是美国所承认的名称，也毋过这是真侪美国朋友甲单位对伊的称呼甲定位。咱总统蔡英文是强调讲，无论名称是啥物，相信萧美琴拢会替咱台湾拍拼，做好伊的角色。 驻美代表萧美琴的推特顶悬，甲自我介绍受改做台湾驻美大使，毋过后壁嘛特别注文讲这是个人的口座，引起外界讨论。因为实际上台湾甲美国无邦交关系，萧美琴伫咧美国的正式官方头衔是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 萧美琴伫咧面册回应讲，私人推特顶悬的介绍，毋是美国官方目前承认的头衔，毋过伊嘛毋是家己写来欢喜的。其实这嘛是真侪美方各界朋友称呼伊的方式。最近美国卫生部长来访问，甲国务院处卿亲身来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式，拢显示美国对台湾民主甲经济自由的肯定甲支持。蔡英文总统是表达对萧美琴接驻美代表了的肯定，讲伊真拍拼。他担任代表驻美代表以后。 他都带领着我们驻美代表处全力的向前冲刺那跟各方的沟通也都很好那我想美琴不论她的头衔是什么她都会抱持的为台湾来努力，跟我们的驻美代表处一起来跟美国的各方保持最好的沟通的状态。 无共称呼外交的意涵嘛无共，台美最近互动真密切。蔡英文强调讲，无论萧美琴的头衔是啥物，拢会继续保持甲美方上好的沟通状况。若是伫咧驻美代表处英文版的官方网站当中，萧美琴也是互合作代表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大代志要提醒乡亲，在1999年921大地震，造成咱全台湾2400多人死亡，上万人受伤。咱国内嘛，当年甲921去到9月21即天定做国家防灾日。内政部表示，连日早起9点01分会报送全国的国家级警报，乡亲连日收到警报的时毋通紧张。若10点到10点10分会利用防空警报系统发布海啸警报的报送测试。10点59分到11点01分，会甲所有有线电视切到公共电视，报送这防灾信息的功能测试。这是连日会发生的代志，先保护乡亲知。2006年美浓大地震造成台南维馆大楼倒去，其中一对防救出来姓陈的姊妹啊，伫9月21国家防灾日进前，专工来台北，亲身向当年救因的消防员说道谢。微弱的光线进来，后来我就请消防队看可不可以先救妹妹出去。在里面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再哭了，就救出去那一刻反而会想哭。 2016年，美浓大地震，台南维馆大楼倒去，遭予家破人亡。其中有7个囡仔伫地震迄个时阵失去爸母，包含这对姓陈的姊妹啊。我们在附近，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彼此，
就我们只能用手够到对方。我们当时有找到手机，然后有拨通电话，然后我们也有努力的用那种金属，然后去敲打墙面发出声音，然后就是希望可以有人听到我们呼救。那妹妹当时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吗？我当时是姐姐是躺着，然后我是趴着，然后就是压得很紧，所以就觉得呼吸很困难。姊妹两个人拢真感谢当时的救援人员冒着风险把人救出来。伫国家防灾日进前，亲身来到台北，向两位台北市搜救队员柯志峰甲林正贤来致谢。就是想献花给当初搜救队的英雄。我第一时间是先发觉到妹妹，那妹妹的脚那时候是被压住的，那妹妹的脚那时候脚有一点发黑，那我用破坏器材先把妹妹的脚放下来，那时候妹妹有哭出来这样子。加在妹妹及时用救出来，若无搁再慢1-2点钟，就可能必须甲卡锯掉。妹妹当时是读小学6年级，姐姐当时是高1，这阵已经是小6的模样。两个人讲，这阵因对着地动，伊会保持警戒，并且会注意大个所在消防也搁路线。万一灾害来的时阵，才有加一点仔走出来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早起7点54分的时，台东发生地震，规模是4.6，若深度是16.8公里。所来，咱来关心天气，因为风面走啊，所以各地雨会变较细。咱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受东北风的影响，这方面的东北部、大台北地区有地渐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较好天的天气。若过到了后，南部各地山区嘛爱细致西北风。伫温度的方面，因为东北风到位，天气空气会变较凉冷。伫北部、东北部，高温大概只剩29度到32度。若中南部有较悬淡薄大约是33度到34度。另外，伫日本南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上近伫这2天会变风台，毋过对咱台湾并无影响。来关心云林斗六伫位大桥下骹暂时有吨大型废弃物，昨昏火烧桥的钢线、阿门头拢受损害。云林县政府即马已经封桥啊，这场大火嘛显示讲大型废弃物的问题。县长张立先就认为讲，即马县内无材料处理，所以打算要向中央争取补助。乌色高烟通过桥边，一直窜到天顶，想要经过民众全部拢停落来。20早起，云林县斗六伫位大桥桥骹的大型废弃物暂时放的所在，向收起来。消防队员伫半点钟就甲火势控制。不过桥的钢线抑个阿门头拢因为大火烧着而受损。云林县政府烦恼桥的安全，赶紧甲桥封起来，来进行安全检测。大概9只梁，大概有5-6只梁啊，有受损的情形啊，甚至那个混凝土块都有剥落的状况哦。那整个那玉立钢件啊，可能在整个大火过程中啊，我们怕它会有受损。云林县干部处表示，火势集中在伫位大桥东行线下面，土木技师会进一步检测是不是影响桥的结构安全。而火烧出所在是斗六市公所管辖，这场大火也烧出大型废弃物的处理问题。一些家具啦，一些床你想民众他要丢置，要叫德勒斯公所收，我们公所一定收受，但是收受完之后的后续处理末端，环保署完全没有配套措施了。斗六市长讲，北向环保署提出希望对大型废弃物的处理有相关补助，不过遭到中央来拍回。而云林县即阵只有一套大型废弃物破碎系统，真侪乡镇只有暂时放这无法度处理的大型废弃物。云林县长张立先也认为，即阵处理能量是不足的。应该是一个县市起码补助1至2台啦，让所有有办法大型处理的话，就透过这个大型的机具来处理，那就全县至少要有1台吧，1至2台吧，这我们要极力来争取啊。云林县环保局估算，大型废弃物对较粗的破碎，到尾较幼的再处理，一套完整系统就要2000多万。不过，各乡镇有大型废弃物的处理问题，县府会继续向中央争取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哥日报》。中国广东的深圳有一间叫精华数据的公司，伫网络顶头收集全球个人的资料，建立一个超过240万人的人物的资料库，引起注意。
其中上无有1400个台湾人互建立档案、互监控，其中包括前总统马英九，也有总统蔡英文的亲信幕僚，甲社会上有名的人士，内底嘛包括有116个犯人。来关心自由时报，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全台湾超过30年以上的老厝有436万外间，占所有主体的一半。总统蔡英文即马只是讲，爱伫整合简单、奖励明确、审议快速这原则之下，互都市更新的脚步会当变较紧。来看联合报，受疫情影响，无法度出国，要去外岛爱坐飞轮机，有感觉讲安那更加有出国的感觉。即款即马清晨是变甲真热门，甚至讲即马有出现去一抓这金门佚佗来回的飞轮机票，加价大只2999块，是真互人心酸。啊，毋过即马这是害金门的观光人潮吵，嘛出现一寡乱象，影响旅游的形象。来关心昨昏，咱国内佫出现新增加一个新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带病入境的案例，是一个35岁菲律宾的女性。啊，那即马天气转凉冷啊，年底流感的季节嘛要到位啊。有风声讲，有的病院即马自费的流感的预防车已经互注文了啊。就管处是强调讲，公费的预防车这量一定有够。啊，若想要家己开钱注射，即马人有遮济，相信厂商嘛会加进货。国内佫新增加一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个案，是一个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家庭看护工，9月18对菲律宾入境，来台目的是为了工作。18入境时无症状，由机场检疫人员安排采检了后，到集中检疫所检疫，在20确诊，即阵收治带医隔离，无疑似症状。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没有发生任何症状。那他的这个接触者的部分，他同届就是有23人，那9人是前后2排的这个旅客。那菲律宾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天大概有3600例左右。疫情指挥中心讲，菲律宾疫情进前有一波高峰，上悬一天有6000例确诊。不过，即阵看起来疫情有慢慢较例，不过依然维持一天确诊3000多例。根据统计，菲律宾当地检测的阳性比率是11%，是各国内底上最。所以讲，入境全面检查依然是以菲律宾为主，其他国家也无相关的拍算。而即阵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也是继续伫拖，流感季节又要开始啊。为了避免两者症状难斗阵，我袂清楚，疾管署提早到10月初5开始来注射公费流感疫苗。即阵更加传出袂少医疗院所自费流感疫苗，全部都互订买去了。今年已经有企业就已经报了700多支了。那以往可能在这么初期的时候，可能都还是200-300支居多。这是我们门诊在看的情况。即使在询问公费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开始施打，跟询问的热度来看，也将近增加了1/4到1/3。医师表示，自费疫苗以国外进口为主，即阵国外厂商讲今年供货应该是袂较少。对着民众烦恼讲疫苗供货是不是无够？疾管署强调，公费疫苗已经准备604万剂，迄量无问题。若是自费注射需求较悬，相信厂商也想办法加进一寡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也在增加，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000万例，死亡人数有9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507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000多例，伫日本是超过79000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00万例，印度超过540万例，伫巴西超过454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65万例，英国超过39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6万例。来关心全球规模上大的航空公司之一美国航空，真正是宣布讲，若准美国政府的纾困无法度继续，安尼10月份因可能要裁员19000个员工。航空业因为疫情的关系，升长甲真严重，按算会有超过10万个航空业的劳工无头路。中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联酋航空，伫3月底疫情上高峰的时阵，宣布停飞所有的客运航班。即嘛挡袂掉小面的亏损加现金流量的大幅度救赎，向政府伸手讨钱，伫8月底摕到20亿美金的纾困。
另外，全世界上大航空公司之一的美国航空宣布，若是政府对员工薪资的资源无法度继续落去，今年10月可能会裁员19000人，占现有员工总数超过14%。业者的统计，若扣掉已经结束营业的20几间航空公司，其他收入已经影响裁员的航空业者和空地群员工无投入的人数已经到10万人以上，包括指标性航空公司的英航23000名员工被批放无薪假，并且裁12000人；德航裁22000人；澳洲航空、挪威航空分别裁2万多人加9000多人。维京航空澳洲分公司也裁差不多1万人。严过盼时期，敢若是要结束到真棒啊！冰岛的雷格雅未克大学商学院今年6月初所发表的研究报告讲，航空业若是要恢复到疫情发生前的业绩，客运的部分全世界平均要2.4年。若是用地区来看，恢复上紧的是亚太加北美，上短2年，上长4年。因若欧洲的部分就较慢，可能要到6年。不过货运要恢复就真紧，研究估计上紧1年，上长3年就当恢复正常。所以，真侪航空业就开始扩充货机运输的能量，除了短期充分利用客机的货舱，有一寡连客舱拢用来放一寡较轻的货物。根据航空专业网站全球飞行的报道，台湾的长荣航空本来伫咧2015年要买18台波音787-10系列的客机，也有2台波音777-300ER。不过受这边疫情影响，7台载客量较大的787-10，有4台要改做较细台-19，另外3台也都是改做777飞机。记者综合报道。新田冠状病毒的疫情，和全球的航空业系列咧，真侪航空公司规气即马在卖老飞行机来当现金。啊，毋过若意外带动拆飞行机的产业，也有零件回收的产业，即阵是无盈饲饲。全世界有几10个像即款停满毒液，也是封存飞行机、封号做飞行机墓地所在。其中美国亚利桑那州，毋但有世界上大的军用机墓地，民航机的墓地看起来嘛是真壮观。除了一寡提供予电影公司来做摄影的道具，其他的正做拆除甲零件回收业者的宝库。航空管理顾问业者指出，二手的零件若是抑个会当用的状态，会互修理的成本降低。若是全世界像即款的二手零件市场，规模会当达到逐年500亿美金，这嘛是飞行机拆除业者上大的商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伫即届疫情来进前，各个航空公司最近即几年逐年毒液报废的民航机超400-500只，毋过疫情致使运量减真济，特别是客运灾情真严重，嘛互航空公司加速甲大型的老飞行机换掉。预计敢若2020年，都2000只民航机去互淘汰。毋过回收业者对毒液飞行机嘛毋是啥物良好，像讲把互做空中女王的波音747，啊，佮有10多年前造成客户也真热门话题 A380，市场拢减真紧。就算讲是其他的机型，伫咧第期以来，国际长航程拢真无乐观的状况之下，二手的零件可能无路用。I think companies like ourselves are going to take certain precautions on harvesting parts off different types of airplanes to make sure that we're investing our money on removing parts that are in high demand. 业者认为讲，第期以来甲下国长航程比起来，各国国内航线是较乐观，佮加上各主要国家航空公司底停的机型重复是较悬，所以即马这个阶段二手零件市场，较像飞行机。是以单走道底停客机受到大家欢迎，譬如讲波音737系列，啊，佮空中巴士 A320系列，摕落来会当用的零件，拢较侪人要爱。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对外讲，抖音 TikTok 公司会捐50亿美金做美国的教育基金。不过，抖音的母公司讲，因是看到新闻才知影这件代志。另外，电信公司的通讯软体 WeChat， 和美国政府要求9月20就袂使用啊。那加州的联邦法院法官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所以嘛已经颁布临时的禁制令。字节跳动20伫咧旗下新闻应用程式今日头条内底声明，有媒体报道 TikTok 会伫咧美国设一个50亿美金的教育基金。背后公司在新闻当中第一个听讲有这条钱，强调字节跳动伊用承诺投资教育。毋过，甲顾问甲沃尔玛共同声明是讲，会互美国财政部增加50亿美金的税款。美国原本2020开始禁止掠 TikTok， 毋过商务部已经宣布有新的进展，转严格日期。总统川普19时表示，
TikTok 母公司当地甲甲骨文公司还有沃尔玛交易，成立新的公司 TikTok 全球来处理伫咧美国的运作。Walmart is going to buy it along with Oracle. It's going to be an incredible combination. Could you put up $5 billion into a fund for education so we can educate people as to real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ey're going to have 25,000 jobs. If it all goes, I gave them the preliminary approval. TikTok 系声明指出，伊会向官方提交三方协议的细节。白宫表示，甲骨文的正做会当信任的科技供应商，沃尔玛会伫咧商业谈判的关系当中发挥作用，而且指出甲骨文的负责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满足国家安全需求。伫美中发生贸易战了后，总统川普对中国的企业大部分是以危害国家安全做理由来封杀。除了 TikTok， 最近另外一个对象就是腾讯旗下即时通讯应用程式微信 WeChat。原本定伫20开始禁止来掠，加州联邦法院法官罗瑞尔·毕勒20颁布临时禁制令，阻止商务部要求 Apple 甲 Google 甲 WeChat 摕掉。毕勒表示 ，WeChat 用户联名提出诉讼，以宪法第1修正案做依据提出质疑。伫咧观察两边的利害关系了后，总好是对原告较有利。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白罗斯阁发生示威，首都今日有超过10万人行上街头，抗议因的总统卢卡申科。游行的队伍有几公里长，嘛有人对警察弹玻璃弹啊。受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启发，泰国的大学生是发起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昨昏出来游行，去到定政署要求修改宪法，政府落台改革王室。来关心中国甲印度因为边界的冲突，关系即马变紧张，局势嘛变升温。美国、日本、印度、澳洲4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决定10月初要伫日本见面，讨论相关的议题。镜头等下过来关心咱台湾即马防疫成功，受国际肯定。加上拜六前总统李登辉对4礼拜美国、日本都有派高层来参加，这是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已经连续2天派出37架军机飞过咱台湾海峡的中线。咱总统蔡英文昨是表示讲，中国已经影响区域的安全，呼吁中国唔通起暴空。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2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危险脱离。20早起6点53分，有军事媒记录到咱空军再度进行广播驱离中共军机。搁伫同一天早起，美国海军 EP-31，还有美国空军 E-8C 嘛伫附近咧巡逻。国防部对此无愿意证实。不过18、19 2天，中共连续派出有37台军机超过海峡中线。总统蔡英文呼吁中国爱克制。我们一般讲的文攻武吓，这不就是武吓吗？那我相信，这一些动作啊，对中国来讲，对他们的国际形象来讲是没有帮助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要呼吁中共必须要自我克制啊，那不要挑衅。蔡英文认为，一连串军事活动唔但造成两岸问题，也有区域安全问题。中国动作不断，会当互人民更加警觉，嘛互人民会当了解中国政权的本质。中共军机一直伫台湾附近咧驶，尤其是美国务院次卿克拉克来台湾访问的时阵，学者认为中国透过对台湾威胁的力道加强，想要阻挡美国甲台湾的关系变好。我是觉得这当然是有它的一个针对性，也就是说，解放军透过这样的一个军事的途径，来达到它遏阻台美关系深化加强的一个工具的运用。那么这个部分是显而易见的。为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到国务院次卿克拉克，美国官员连续访问台湾，台湾甲美国的关系愈来愈好，但中共认为美国违反一中原则，想办法咧使人。学者认为军事只是手段之一，也未到武统台湾的地步。不过11月美国大选结果会关系到美中台未来关系发展。记者郭灿俊上台北报道。美国国务院的次卿克拉克离开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昨开记者会，说明双方针对台美的经济议题参详什么。即摆两边已经有共识，会赶紧展开正式的对话。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顶日来台3天访问，除了参加国总统李登辉对此个别礼拜，也甲咱国政府高层加调会谈。我甲关注会谈的内容，经济部长王美花20调开记者会说明，因为即摆是非正式的对话，双方主要就台美经济7大议题分享互相的政策甲做法。
5G 干净网络，产业供应链的重组，印太战略、新南向政策，基础建设、能源、投资审查，还有全球妇女经济赋权等这些议题来交换意见。欧美花强调，双方拢有共识要量早安排正式对话，也毋过具体形式甲日期还未定。因为总统蔡英文有邀请克拉克厝亲到官舍参加晚宴，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也是人客，敢是有特别讲到台积电去美国投资等议题。欧美花表示，咱国主要针对国内半导体生态系做说明，无涉及个案。各界也关注，敢是有讲到 BTA。欧美花解释，即摆主要就国务院主导的战略层面经济合作事项来讲。BTA 主要由美国贸易代表处负责，有进展会个对外说明。国务院跟 USTR 确实是两个不同的单位。那不管哪一个对话，应该是都对台美的深化合作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BTA 的签署，更加强美台之间的经贸关系。我想它应该至少虽然没有谈，但是它应该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讯息。甘业总会秘书长蔡连生也提醒，咱国家美国讲贸易协议进程，爱事先做好盘点的工作。台湾有家己的期待，也应该确实了解美国需要的部分。另外，台湾已经真久无参加国际谈判，谈判人才方面也爱优先安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普人伫网络顶头批评一寡防疫旅馆细间阁无窗仔，冷气甲手机信号拢真歹，而且阁贵松松。观光旅游局即马是表示讲，会尽量甲旅馆业者来参详，照房经营，也叫设备来调整价效。这栋老旧的饭店是汤圆设定的防疫旅馆，70几个房间会当讲拢大满啊。也毋过有网友大部反映，房间细阁无窗仔，空调甲网络的信号拢无好，一工爱阁收费2300，批评防疫旅馆贵阁烂，会当讲是互国家无面子。外国人是这个价钱，对，我看一下台湾人的价钱，差不多啊，少100块，100-200。管旅局表示，汤圆的防疫旅馆逐暗价销是2000至2500，有旅客希望会当找到价销更较低的防疫旅馆，才会安排清澈，包括3顿的。根据了解，进前观光局补助公告还未公布，业者就先收2300，即马公告了后，退房的时阵会退款逐暗600。这个旅馆呢，就先预收，每位旅客是每晚2300元。好，那我们也要求饭店一定要跟客人，把这样的状况说明清楚哈。所以他们会在这个退房的时候，也会一起退费600。管旅局表示，目前汤圆有12间防疫旅馆，大约1500个房间，入住率8成高。9月份或者升第一期大入去，造成防疫旅馆需求压力。会尽量协调旅馆业者合作，也已经甲防疫旅馆沟通，以房型无同、设备较差的房间严议降价。检疫旅客若讲希望换较好一点的房间，也会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查某人8月底时，因为镜头曝光去红叶受伤，转去诊所予医生看。该请空喙的治疗师无挂手笼，而且佫真粗鲁。伊怀疑做这医疗行为的这个人无牌，转去卫生局检举。经过调查，这个人真正有影无牌，所以即马诊所也有负责人会防法，嘛会防散法办。用一空才会出来，无要安怎出来啦？无你来用啊！一名女子听甲怀疑替伊清空喙的4个月员工手法真粗鲁，发现伊连手套都无戴。西讲结束疗程了后，真想去向卫生局来检举，怀疑诊所服务医师执照的员工替病人来清空喙。卫生局9月初去稽查，发现这个员工拄好就伫替病人来拆线。现场正好看到高兴的员工正在帮民众在做那个眼睑这边手术的拆线的动作。他也坦诚在8月份跟9月2号有帮民众做这些清创啊，还有一些引流这样子的一些医疗行为。卫生局查证4个月员工确实无医疗相关证照甲背景，涉嫌违反医师法第28条规定，已经甲这名员工移送到高雄地检署侦办。伫诊所附近捌去看病的出边讲有看过这4个月员工替人拆线，不过唔知影讲伊无医师的执照。有看法啦，伊着敢若无介好啦，若医生是真好啦。你讲的4个？个敢若恐怖我看是无啥好啦。
问也袂因来来问会更合啦。由这4个员工讲是伫个姓南的医师指导下执行清空水，也是引流者医疗辅助行为。另外4个负责医师也有督导管理责任，2位医师也已共换身份，以上地检署侦办，并且依照违反医师法对负责人处10万块罚款。而诊所是不是有查领健保问题，也同步以上予健保署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高雄11日时才发生一起的气体外泄。那阿祖的林芳厂18下晡，佫发生制定的气体烧起来，导火请乌烟，即马会照空污法来处罚。大量乌烟甲火光为工厂内冲出来。阿祖林芳厂19下昼因为反应器破裂盘异常下压，造成反应器内的制定气体烧起来，产生大量的火光甲乌烟。高雄11日才发生疑似外泄事故，即马佫传出这款的事件，也互民众真无奈。我袂惊啊，毋惊，袂惊。你搞拢会啊，拢会乌烟呐，拢乌烟咯啊，若是啊，因那火有声啊，会甲烟啦。高雄市长陈其迈指示环保局甲劳工局监督阿祖完成改善作业才会当复工，并且依法动发。虽然事故伫19下昼1点外就完成拍火，环保局表示无影响到当地的空气品质，也毋过因为现场有大量乌烟，会依照空污法动罚10万至500万。针对于它的一些固定污染源的操作许可内容的部分，有没有确实的去操作？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做一些深度的一个查核。那当然，相关违反空污法的这个裁罚的部分，好，我们会依法来重罚。高雄市劳工局也下令造成事故的反应器停止使用，针对阿祖无评估医师的反应特性，也无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将依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裁罚3万至3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停电有侪原因，碰瓷高山啊，吸到电缆嘛会烧拍电来停电。为着预防这款代志发生，台电新竹的人员家己发明一款防鸟鼠的网啊，安好势了后，今年损害明显降低啊，唔但会当保护线路，嘛会当保护动物。古锥碰瓷被地电火条啊，无顺利就常常电到死亡，嘛造成附近大停电。台电新竹营业处统计，去年这款的状况就发生107件。因为安尼，台电新竹东林家己研发出一款预防碰瓷的网啊，利用电线就使简单达到防治效果。假设我们线路在这边啊，我们线路在这边的话，它一般应该都是会往这边跑，往这边往线路的方向跑。哦，所以它这样就挡住了，就对。对。就挡住它没办法往，它可能就是会回头这样，类似这样。公司的一个既有的一个设备啦，那成本一条不到5块钱，那所以说，它的成本相对都非常的低，那效果非常的良好。过去台电拢是使用这款圆形的塑胶盘来防止，毋过常常因为靠风吹走掉位置失去效果，才改用新款装置了后，甲去年同时间比起来，减少43%碰瓷造成停电这类事件。园区的一个厂商对供电的一个可靠度的要求是相当的高，那我们开发这一个装置啊，也可以防范外围的一个线路啊，不会因为松鼠的喷触来影响到同一个区域的一个变电所的供电，那这样可以提高整个园区的一个供电的可靠度。这款新型装置目前除了新竹以外，台北、嘉义、甲南投也开始使用，唔但会使保护线路，嘛会使避免有只古锥的小动物搁再受到伤害。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彰化八卦山139县道，遮风景真水，真侪爱骑脚踏车，也是骑奥多摆的人，拢真爱行这条路线。时速即马限制是50公里，也毋过是真接发生车祸，所以彰化县政府按算价较高发生车祸的路段，即马搁要降低时速限制40公里，按算10月底要实施。彰化八卦山顶悬的139线是真侪自行车、机车车友的热门骑车路线，毋过其中的连续弯道定造成严重车祸，肇事率上悬的是19到22K 的路段。彰化县府即马要甲目前的限速50公里下降到40公里，希望降低肇事率。交通队在执法面的部分会先做1个月的先导，先导民众来注意到这里这个路段。它的速度将要降到40以下。
根据中华县警察局的统计，今年到9月初为止，139线总共发生3件死亡的车祸，造成3个人死亡，受伤的车祸事故达到129件。今嘛要降低限速，自行车车友甲机车族有无同的看法？当然是对我们比较好，因为每次我们在骑的时候，后面重机过去，我们都会担心呐。这本来就50啊，少用这个超过啊。路那么大条啊，我觉得应该70吧。真侪骑机车的人感觉限速40公里是在收价，不过骑自行车的人认为，安尼确实对各车种用路人拢较有保障。中华县公务处就表示，降低限速有参考国内其他线路的限速。本来在连续弯路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哈，那我们有参照其他的山区道路，比如说像阿里山公路，它的速限有的路段只有到30。那台北市的养德大道，那个也是往阳明山重要的道路，它的速限也是40。公务处目前已经完成路面降速相关的图形画设，路段所含的牌仔嘛会全部拢换新，然后会宣导至10月底，搁再正式实施。后续会由警方接手实施测速翕相等集团的勤务。记者张华综合报道。中秋要到位啊，即马油仔嘛大出。根据统计，去年咱台湾销去国外油仔有4900万吨。啊，毋过这油仔是爱安怎种才会种到好食的？即马台南市种油仔的农民小介互乡亲知。种油仔的农民，甲一箱搁一箱的油仔丰收，准备出货。中秋时到日到，台南市的油仔农对8月中就无用采收。不过这油仔要安怎种，农友报互你知。你有三角形的上好食啦，顶管小小，下底较大安尼啦，这款的上好食啦。毋但爱种三角形的，就连油仔的皮衫，乡亲也着爱斟足看，才通种到甜搁巴才会好货。皮衫愈油，伊的米愈油。迄个外观是科技啦，科技啦，刻了歹看，迄无关啦。但是皮衫对迄门更愈油，内底油啊愈好食，愈油腻，愈有汤。根据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的统计，去年全台湾销出去的文旦就有4912吨，主要销去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农业局表示，未来也希望会当和日本参详外销的作业，希望将这项中秋大家定着爱食的果子小烫海。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民间的赤水川这个所在，因为土肉是红土，所以庄仔头就安尼好名。今年即马这社区是结合在地特色设计，用红土做咸卵的体验活动，要来推广在地的农产品。民间流传一句俗语是咧讲：兄弟若共心，乌土变成金。毋过伫南投民间乡有一位赤水川，煞是将红土变咸卵。以前捌做过，我头我这样个放迄个草坑，咱厝内若有鸡卵，咱嘛听下做。民众目手将盐和红土揽做伙，先用红土将规粒鸡卵包起来，表面搁一层粗坑，等待21天来甲掰互开，红土就变咸卵咯。现在若要生咸卵，是较只用盐水来泡鸭卵。你像这款用红土生咸卵的方式是较传统，手法又路，搁开时间。毋过会当生出口感好、袂咸笃笃的咸卵，加添一份古早味。因为这款体验实在真罕见，也吸引真侪游客报名参加。我们也是很希望说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特色给展现出来，而且用 DIY 的方式呢，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更了解到说我们这个食农教育方面呢，能够要更重视。民间乡的赤水川，伊的土肉是红土，雨水若压伫红土顶，就亲像红色的水，庄头才会合做这款名。社区也利用这波来强调在地特色和农产品，正正也是为推广家乡归益的一逝行程。伊也望透过这款行销计划，吸引更较侪人来遮旅游。记者综合报道。咱伫台南的北门有一个专门伫用蚵仔壳来做工艺的王敏雄老师，除了甲蚵仔壳摕来做艺术品，即马又搁开发出甲蚵仔壳的摕来做人行道的桩仔。到底蚵仔壳要安怎变做桩仔？咱做伙来了解。看到涂骹铺这桩仔，敢若生做甲一般人行道的桩仔无啥共，表面有较粗。北门蚵仔壳的工艺老师王敏雄讲，这是甲废弃的蚵仔壳磨碎做的蚵壳砖。它是符合人行步道砖的一个规格。那它是用粗的壳，然后去挤压成砖，
因为颗粒的可可它有空隙，所以它就能透水。古早人拢会甲蚵仔壳烧做糊来做建材，如今已经拢互红门头取代啊，敢若剩台南市的安平、放门甲金门县也有保留烧蚵仔壳的窑。即马专门做蚵仔壳再利用的王敏雄，若是甲蚵仔壳掺入灰仔土内底做艺术品，也搁开发出即种会过水的砖仔，通解决废弃的蚵仔壳，也通兼顾环保。有下大雨的话，我们这个水是可以渗透到土壤去，所以比较不会积水。假设我们来铺这个砖，其实没有反射作用，没有热岛效应，可能会对温度比较不会上升的那么快。王炳雄讲，即阵已经伫放门的5间学校、甲5个社区咧试用，嘛毋望这蚵壳砖未来会当受到肯定，互蚵仔壳搁再成做促进生活利便甲环保的建材。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咱来关心。根据职业安全署的统计，去年重大的职业灾害死亡的劳工有316个人，平均一天就有一个劳工死亡，而且超过一半拢是集中伫营造业起厝较济。职安署是研判讲，这甲去年台商回流起新的工厂，工人赶工应该有关系。救护车紧迫将工人送去，也是救袂转来。去年南投南港工业区的一间工厂发生3名工人搭铁架时阵为顶悬落落来，3人全部死亡的重大职灾。劳动部职安署的上新劳检年度统计，108年的职灾死亡人数316人，比107年增加31人。算起来，平均1.15天就一名劳工死亡，其中营造业死亡的劳工就占5%。108年有168人，创下5年新高。主要是因为台商返乡建厂，大概有大量的一个建厂需求哈，所以这个职灾相对就增加了一些。回台投资建厂哈，大概都有一些赶工的压力啦，那因为赶工的压力哈，所以造成就是比较可能会忽略一些安全上的管理。劳动部分析，去年营造业的职灾死亡情形恶化，主要受到台商回流、建厂赶工影响，甲公共工程增加。去年下半年，营造的开业量大增。工商协会表示，营造业渐渐外包，牺牲职安成本是老问题，而且加上去年全台劳检量达2万多件，也可能是业者无重视工地安全的原因。居然他把劳动的检查的率往下调之后，居然是我们用44条的营造业的人命去换一个劳动政策，做成这样子的话，劳动部长应该都是要下台了吧？因为他要为他的政策负责。工商协会批评，职灾根本问题无解决，都向下调整劳检量，劳动部应该爱负起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致癌的人也阁有发生率，当年拢在增加。根据统计，伫民国107年，癌症增加11万人，其中45岁到59岁的有3万多人。这个年岁的人拢是因厝内的经济来源，所以台湾癌症基金会希望透过奖助金减轻这个家庭的负担。今年16岁劳动学，10年前因为常常落下，被冻成肠胃炎治疗，一段时间了后病情也是无好。经过病院抽血进一步检查，被确诊是淋巴癌。当时伊因为高剂量化疗致使昏倒，反反复复住院50天，最后通过治疗。想要到19岁时阵，淋巴癌又再度复发。去年5月，又被确诊是肺癌。心态上我是比较正面的，所以就会觉得嘛来了就面对。这位王同学，伊爸爸是一位木雕艺术家，去年被诊断出大肠癌，佮转移到肝脏。顶个月才因为肠啊塌掉咧断线，佮发现癌细胞已经脱甲亮骨，为着爸爸抗癌。伊望家己用亲像爸爸共款，用创作出更加水、更加优质的作品。每1-2小时就会叫你起来帮他做事，就立马起来带他去帮，不要有怨言，这样子比较好。伫台湾得着癌症人数甲发生率每年升悬。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癌症定期报告，107年癌症新增加人口超过11万，其中45岁到59岁癌症新发生人口有32728人。台湾癌症基金会就发现，这年岁前得着癌症民众，囡仔大部分是咧读高中、大学，负起厝内底主要经济来源，所以若是得着癌症，除了被判离开职场，真大医疗照护支出也冲击到囡仔的读册情形。
我们看他的过程呢，有些人是曾经就是休学过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奖金不是那么的多，背后的支持，希望他们有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台湾感情基金会表示，为了帮助感情家庭，除了每年提供高中大学生奖学金申请以外，也透过课程教囡仔在逆境当中找到自我价值，学晓财富管理、实践健康生活形态，来降低未来得到感情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伫台东囡仔的册屋的创办人，人叫陈百业陈俊龙，因为心血管的问题雄雄过身。伊后事即马甲这个重担担落来。伊讲纪念爸爸上好的方式是透过音乐，所以10月份的时要办音乐会，传承爸爸的爱。那时候信念就是，无论如何死，我们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囡仔的册屋创办人陈俊龙，陈爸去年突然间过身，经营册屋20多档。所留落来信念，伊的大后生继续来打，选择做正确的代志。爸爸过身当歌，陈干汉选择用音乐会形式要来个纪念。或说我们期待可以用他爱的方式，也就是音乐，去好好的跟他说再见。愿你等待，只是一个家，你不愿意有爱灌溉的地方，不用听话，不必顽强，不用成绩多好，只是一个家。唱出爸爸在生进前所写的歌曲《等待》，嘛唱出囡仔册屋伫台东用爱陪伴超过3000个囡仔。更加愿意开时间等待，每一个册屋帮助过囡仔，每手拢会当卖惊兄，做家己，行出家己的人生，嘛是陈爸在天之灵上大的愿望。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实，咱来看，因为光害的关系，真侪所在即马拢无法度看到天星啊。淹过伫意大利的西北部有一个小镇，日头一落山，暗时的时天星满满是，就亲像伫眼前共款。这个所在嘛，摕到联合国的认证，讲是全世界上适合看天星的热门景点。对硕士摄影的镜头来看，规天顶拢是车，还佫有云雾流动的风景，互人看到目睭唔甘谧。意大利西北部的瓦莱达奥斯塔，因为西科维亚有安尼比斯山，山区佫有放饲牛甲羊，等下就是无真正的仙境。除了景地真水，当地利格纳小镇，互全世界俄罗讲才有上水的星空。Quando fa buio noi sempre andiamo fuori, ogni tanto ci facciamo aiutare da mia figlia che è più esperta con le stelle e in ogni caso stiamo lì e guardiamo perché non essendoci luci è proprio come essere dentro al cielo stellato, è completamente diverso, l'unica situazione simile l'ho vissuta in mare. 海拔要到2600公尺的利格纳星空，因为无需要任何的装备，直接用目睭看地，当看到规片星。为着要保护这个美丽的风景，当地路顶尽量使用特殊的 LED 电火球来限制光害，避免因为灯光来去影响到星空。Sono LED che hanno un'emissione proprio in una banda determinata che non va a disturbare né l'occhio umano che si sta abituando al buio e quindi che può osservare a occhio nudo il cielo, né tantomeno la nostra strumentazione. Per di più l'orientamento di questi LED e quelle che sono definite le alette che tagliano il fascio luminoso sono proprio studiate ad hoc per minimizzare l'impatto sul nostro cielo. 因为这款的风景，嘛，互当地真做观测热点。目前已经有真侪当地游客伫咧拜六会组一团来去天文台观测听课，透过专家的解说，了解更较侪天文的知识。È unico è che è veramente un museo naturale a cielo aperto che non si riesce a vedere in altre parti, si riesce a vedere quasi tutto di quello che ci hanno spiegato. La sensazione che ho provato è di essere piccola piccola in un universo grandissimo sopra le nostre teste stasera, sì. 若是即款的景点嘛，因为参加欧洲的赞助项目，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青光基金会认证，伫咧19正式颁发青光公园的证书。未来有机会，毋若是伫暗时，甚至是日时，大家拢会当去天文台来探索行测行星，还佫有几个星系。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和各国的医护人员拢做甲正甜头。澳洲即马有病院想出好撇步，找狗仔甲医护人员互动，来减轻医护人员的压力。乖乖坐咧涂骹，不三时走去边仔找医护人员治疗肯罗斯。收到的时阵，得甲医护人员塞奶，真拍拼伫做家己的工课。It's amazing the effect that a dog has on the human being and the people, and more so the staff, and how it can help us ourselves, make us strong enough to be able to care for our patients. 对新冠病毒的疫情变做长期抗战，各国的医疗人员因为拢伫咧第一线协助致病患者的治疗，佮爱真细致的防护，莫去互传染。长时间以来是累积真侪压力，嘛因为安尼，澳洲的班迪哥圣约翰病院特别请治疗肯罗斯佮杰克，不三时去甲当地做工课医护人员看看咧，希望会当帮助护理人员应对病院内底即个艰难的防疫时期。Obviously the work is stressful and lately it has been more stressful than others, but as soon as you see Rosie or Jack on the ward, everything just seems to disappear. 根据调查，圣约翰病院的工作人员差不多100%都认为讲，透过甲治疗犬的互动，会当增加因的幸福感，减少工课压力，促进心理健康。There's a lot of mental health struggles that people may not feel like they can express. So seeing a dog and talking to someone.Just having a friendly chat is actually really great. It's been fantastic. We've had nothing but positivity. Our staff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that the dog comes to visit. 其实圣约翰病院自从2019年的下半年开始，就以治疗犬来进行治疗患者的实验，受到真侪患者的欢迎。即马伫咧后疫情时代，治疗犬嘛开始甲医护人员接触，成功提升前线防疫人员的心理健康，嘛互即寡治疗犬，加做病院未来一定爱有的好助手。记者综合报道。东非的国家乌干达最近人口有增加，起厝的建材需求量嘛变大。采石场乌石头的工人伫防护装备无够的状况之下去做事，因一日的薪水加敢若新台币40块尔。即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咧拖，学校关门，囡仔无地去，所以只好对父母去做事，为着生存，才弱势家庭处境颠倒害。这寡囡仔摕柴箍甲大石头卡好喙，这本来毋是因的工课，不过乌干达因为疫情关系，学校无上课，近1个摆，爸母去采石场工作就甲因带去。Now we can work, and we can get money. Other people we can save, and if this corona is over, we can go back to school. When we have our money to pay. 这是离首都坎帕拉9公里外的郊区。附近的贫民区有2万多人，真侪妇女囡仔为了求生存，伫附近的板达小山坡，唔惊赤日一直卡。最近乌干达人口增加，大房的需求增加，建设公司为了要省成本，无买大型机械。改用这种较俗的喙石做建材，个人着甲大石头卡做喙石头，而且无提供保护装备，常常有人发生意外出入病院。Baru kori mana baru kepi sometime ne winyu kori ul torem ki muat chi beno let ki makonyono pian kai cha ko goeno de ko cha wa de mi o cha pa chele no dong chi muat。地方官员讲，因无法度避免这种危险的代志发生，因为大部分的采石场拢是私人的，无法度管。囡仔做工虽然有钱赚，不过因的未来互人真担心。Our children are going to even to be spoiled because each time they are on the story quarrying, okay? Though they assist us in the jobs, but the knowledge is now down. 因为乌干达最近疫情增加，一寡采石工人为了求生存，就爱出外做事，不过传染风险也真悬。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这方面的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有地渐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若过到了后，伫南部抑个各地山区嘛爱细日西北雨。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
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是23度到32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众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好，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注意啦。咱今仔日要紹介的主題就是做穡。做穡漢字寫做做穡，羅馬字寫做知而做，思而穡，做甲穡攏是第4條。台湾早前是農業社會，大部分的人攏靠種田維持生活。唔知大家平常時啊，定有真濟甲種作有關係嘅代志。即馬時代改變啊，這個台灣傳統技藝已經離住佇都市的人有略啊較遠啊。哦，這個真的哦。哦，謝。在台灣的傳統社會，牛是民眾上重要的工課伴。農業社會，牛甲人相依相偎，所以台灣的老輩真濟人無食牛。即馬牛肉麵、牛排這個料理，在台灣的時行，攏是較後來才有的代誌。有一寡台語詞是農業時代留落來的，即馬雖然有原有咧講，不過意思已經小可無同。親像小放伴，本地是咧講吼，要捕田也是到掛稻仔的時，住附近的人互相輪流去對方的田林鬥下手，即馬變做互相幫忙的意思。佫有穡頭，因為是咧講農事的工課，即馬用來稱呼所有的工課。像我即馬穡頭做袂了，又搁愛加班啦。甲做穡有關係俗語真濟，親像無貴袂出水，是咧講捕田的時陣愛記咧。來比如講吼，做任何工課，攏着先付出，才會有成果。也有一粒米100粒汗，形容做穡的成果。丟做穡，工課伴，小放伴，穡頭，無貴袂出水，一粒米100粒汗。做穡人實在真辛苦，咱着愛珍惜送來到咱面頭前的食米呢。今仔日的大講一句就講到這，感謝大家收看，咱後擺再會。
公司第2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